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宜兰的龟山，阁来庆出着白色的硫磺烟。这是今年的头一届，互亲目睭看到游客拢真惊喜。这个龟山岛硫磺的烟雾，捌伫去年11月中旬来大喷发，因为伊是一座的活火山。当地观光业者讲，日本最近小连续发生地震，有可能因为安尼，互龟山岛再度为喷口庆出着烽烟，出现着南洋八景之一的孤岛烽烟的光景。这个看海岸船载人客出海踅岛的时阵，正拄好，阁看到这个烽烟喷发，大家马上来翕相，把这个难得的景象甲留落来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